被中国当局投入监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·杜合提的女儿，星期三带他父亲接受欧洲议会的著名人权奖萨哈罗夫奖，并敦促欧洲议会不要协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族人。菊尔说，当局最后一次允许探亲是2017年，他被单独关押着，从此家中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伊利哈姆的音信。菊尔坦言，他现在不知父亲是否还活着，我太想知道他的现状，但是当局不允许任何人探视。伊利哈姆·杜合提原先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，多年来主张民族和解，并呼吁北京当局履行中国的宪法规定，尊重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权益。2014年，中共控制的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，罪名是分裂国家。华盛顿邮报在有关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报告中说，维吾尔人被迫以廉价工人的身份工作。中国集中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。报道称，这些人一个月只能赚175美元。廉价工人中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、大学教授和商人。也有报道说，集中营的人们被迫在警察和摄像机的监视下工作。该报告援引了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中国研究专家阿德里安·层次的一份报告。该报告指出，其中一些工厂位于集中营，几乎所有维吾尔族人都受到警察和监控器的监视。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路夫·阿明呼吁中国更加透明，以应对维吾尔人受到虐待的指控。阿明说，中国否认在被称为教育中心的集中营中欺凌维吾尔穆斯林的指控。副总统还强调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维护人权原则的态度，特别是针对据称遭到中国政府歧视对待的维吾尔族穆斯林。印尼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一贯持之以恒，我们将支持保护工作，并邀请中国政府保护人权。美国众议院周三就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历史性投票，特朗普被指控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。投票前，美国国会众议院就是否弹劾特朗普进行最后辩论，预计总统弹劾案将在众议院通过。如此，特朗普将成为继安德鲁、约翰逊和比尔·克林顿之后，第3位正在执政的美国总统遭到弹劾。随后，弹劾案将移交参议员审核，以决定他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，你们能相信今天我要被无所作为的民主党弹劾吗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另一位总统身上，为我祈祷吧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伊斯兰峰会，此次峰会因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呼吁而召开，旨在为应对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寻求新的战略。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举行的开幕式上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·穆罕默德向媒体和与会人员介绍了峰会的内容。马哈蒂尔表示，他们组织这次会议是为了确保世界穆斯林的发展。他说，我们希望在本次峰会结束时能采取一些行动，以加快发展速度。马哈蒂尔补充道，本次峰会将重点探索伊斯兰世界遭遇这些问题的幕后原因，并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寻求解决方法。